继续来看机场坐运，伫个昨暝8:43，系统突然间无正常，停止送电。A1 台北车头到 A7 体育大学站暂时来停驶。100外的乘客伫个黑暗中行铁轨路离开，甚至阁有人真担心赶无人机赶袂到，是质疑着机场坐运的应变能力无及格。机场坐运是承诺讲会检讨着标准作业定数，看是毋是有更加精进的做法。这机场坐运的人客一个对一个派大包小包，或是穿外套。暗时啊，伫铁轨路顶伫行，双边甚至卡大的所在，因为光线无够，拢是暗迷蒙。很多人都拿着行李，太多人了，超夸张的。林口那边我找不到到底要坐什么车到新庄。民众讲有够旱，毋若有的人毋知影要安怎转去，某人烦恼讲坐袂到无人机。我们目前在赶，我们尽快处理。车长伫车厢内嘛咧撞来撞去，行程受到影响，人客嘛真着急。一直问，也有人客讲，因为列车停伫新庄运仔准后，驾驶就请这个人客落车行铁轨路，一路行到 A6 站，袂当赶大型行李，质疑讲机捷应变能力不足。有广播说，因为调度的问题，所以说班车会有延误。我自己大概20-30分钟左右。机场坐运有说明讲，昨暝8:43 ，A1 台北站到 A11的坑口站电力无正常，同时 A5的泰山站动力变电站的灭火系统自动喷油剂，经过人员调整了恢复电力。不过 A1 到 A7站暂停营运，暗时9:49全面送电了，就调整列车的时间。这摆事件影响人数差不多1000人，退票564个人，有120个人客行铁轨路疏散，行差不多200公尺到 A6站，还有一个需要坐轮椅的人客由司机员陪同留伫车顶等待送电。针对受影响的人客，7天内会使摕票卡办理退票，若是用 TPS 电机票，即是以补偿一摆票的方式办理。虽然讲目前无接到人家航班受影响的反应，不过想着讲将针对标准作业天数会去检讨改进。Hello， 我是冯维之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